接下来我同大家分享到讲，我有的作品，较有发表到当到单位的邀请我想好像按照单位的邀请，我无影名的作品因为一方面也是较好，一方面因为佢嘛有当创业的意义所以来第一首。我能祈禱了位，我能祈禱了位，不管歡喜也不歡喜，我能都祈禱了位，不管有來也不來，我能都祈禱了位。很久以來，我能冇離開過，時間到了，開見靜靜嘅花。獻本土地，山哪有我能，唔單唱係為到春天時節，來也唔來，點點祈禱了位，點點祈禱了位，係為了受盡自家嘅情況，嘛附近本能養分嘅家業。頭先為大家念首我能祈禱了位其實上一本大家團看的念首我都會寫乜嘅，大家當時寫幼童話幼童話拍攝寫幼童話真正，不過對我來講，我從新竹圖書轉到台中，做坐嘅頭擺我做坐嘅高速公路行嘅巴士我都不看到山頭都有個幼童開發，不過真正本來看到佢係因為佢到寒天時節啦，冇葉也冇花，都全都枝骨你睇講幼童花枝骨有一種本來都咁講佢講真正個人客家精神，真正硬頸係按寒的天。尤其3月啊，嗰時就不有個起個蒙沙嘛又看到嗰種全都枝骨啊幼童花、幼童樹，不講我講有一種蒼茫的感覺，講我講突然間不講講自家一故事，都全都也都樹頭同強下呢所以我現在想到講。不管有來也冇來啦我做祈禱了位我講嗰都係一種人客家精神嘛也講所有到台灣也都人民都係都講顧自家家園顧自家嘅國家唔係為到講拍啥本人乜嘅唔係也唔係講來看我這樣有表現唔係平常時人都是很和諧人都有人驕傲都講也都係人土地也係人國家都好好受盡好也都同大家分享到了位了